这天气冷叽叽，南投合欢山透早落雪，下不少游客上山要看雪。警方也管制第14架线昆阳到武岭，讲爱赛车爱挂雪链仔才会使上山。2、1。游客真欢喜，伫迄雪球翕相。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一带，车日透早3点开始落雪比赛，有赏雪民众，规身躯穿好烧，4点就上山要来看雪。看到雪是真欢喜，不过也有人讲有够寒，讲唔敢过来咯。凌晨4点出发，然后排队，然后上山。觉得太冷了，不会再来第二次。太冷了。第3150公尺的上雪楼，头前广场也全部拢是雪。早起10点左右，温度只有0.5度，积雪大约是1公分。合欢山地区自1月2号凌晨3点起，断断续续飘雪。目前山区浓雾，视线不佳，除注意保暖之外，并注意行车安全。警方甲过是摆甲三角锥，甲放在路中，有山区落雪，也阁有大雾真高。第14架线翠峰到大武岭路段，车暗时间有先封起来咯。车日早起7点恢复通行，不过昆阳到武岭路段因为结冰积雪，所以限制汽车必须爱挂这个雪链。要下雪中哈，现在目前昆阳跟松雪楼这一段路面还有积雪路滑情势，所以这一段是有限挂雪链的管制。机车是不能上来的。受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，全台温度一直降落来，车里边地上低温地新北市富贵角也有离岛的连江县东引，拢只有8.3度。气象署讲，车3开始变大冷，车5有另外一波大陆冷气团来刷得来。明天强烈大陆冷气团持续的影响，天气干冷。那5号到8号受到另一波强烈大陆的冷气团逐渐南下以及影响，天气仍然是比较冷。气象署讲，车日入夜了后，也会更较寒，中部以北低温会伫10度到12度。虽然车时会小可回温，不过规个1月上旬温度拢会较低。中南部是日夜温差真大，民众要注意气温的变化，爱穿好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